比食藥仲有效嘅降血壓方法，其實真係好簡單又實用。你記住呢4點，想血壓升翻都難啊！18歲以上嘅人群高血壓患病率係27.5%，即係話每4個成年人呢就有1個係高血壓患者。而長期高血壓會令你成為冠心病、腦梗、腦出血呢啲病嘅高危人群。記住呢4點。第一點，減少鹽分攝取。鹽入邊有鈉離子，血液入邊太多鈉會吸走細胞入邊嘅水分，令血壓上升。所以高血壓人士一定要控制食鹽量。世界衛生組織建議，成年人每日食鹽唔好超過5克，即係差唔多1個樽蓋咁多。第二點，補鉀。鉀可以幫身體排走多餘嘅鈉離子，進一步穩定血壓。含鉀高嘅食物有香蕉、桃、奇異果、紫菜、海帶、果仁等等。第三點，適量運動。適當運動可以令血管保持彈性，減少心臟壓力，令血壓自然慢慢降落。例如每日快步行30分鐘，或者打太極、游下水，都係非常有效又唔辛苦嘅選擇。第四點，控制體重。身形瘦啲，血壓自然會穩定啲，因為當身體脂肪太多，心臟要出更大力去泵血，血管長期受壓就會令血壓慢慢升高。想控制體重，其實唔一定要節食到好辛苦，最重要係少糖、少油、少鹽，多啲食蔬菜、生果、豆類，配合每日半個鐘輕鬆運動，好似行樓梯、快步行、伸展都得。只要持之以恆，體重減少5%到10%，血壓好多時自然就會降翻落嚟。記住呢4點，持之以恆去做，好多時血壓可以自然調翻穩，唔一定要靠藥物加大劑量。想聽我講更多，記得訂閱我頻道或者留言話，我知你想聽啲咩類型嘅題材。